大家好，我係郑浩。昨天晚上有一个人拿起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打结，我却没有怕，还一脚踢翻了他，因为他拿的是机甲刀，架在我的脚脖子上。有领校园怎么了？这是老师在给你信心呐，那是老师在给你赋能。谁稀罕你的赋能啊？我想在这个舞台上讲自己的段子，我要上舞台做我自己。你刚才怎么不讲这个？这个好笑，我要做我自己，下次就讲这个。